昂坪360新推出嘅水晶車廂，朝早嚟排隊搭水晶車嘅旅客唔係太多，平均等3-4分鐘就可以上水晶車。新車廂嘅透明車底設計，乘客可以飽覽腳下嘅景色。乘客喺車廂裏面都表現興奮，佢哋更加坐喺透明地板上面影相。我好似飛緊咁咯。OK 啦，冇咩話太大特別，但係會係個幾得意嘅經驗咯。望到下邊咯，譬如啱啱見到有架車喺下邊行過，係 OK 得意嘅，即係因為我凌駕緊架車。有小朋友坐完水晶車之後話好開心，又話喺水晶車嘅時候就好似踩住啲水咁，非常特別。好開心咯，見到好似自己踩住啲海，又踩住啲樹木咁咯。坐一坐凳，又有陣坐一坐個玻璃咯。咁你驚唔驚啊？都驚地咯。成人水晶車嘅來回票價係157蚊，比平日普通車廂貴大約60蚊。有市民話水晶車嘅體驗特別，但就覺得票價太貴。價錢始終都係略為高，覺得即係始終都係低翻少少啦。短時間內唔會，除非有啲朋友啊或者親人嚟香港話想坐下嘅，咁會嚟坐咯。如果你話就咁閒日嘅，都唔會點自己走嚟坐啦。昂坪360董事總經理張少華出席完水晶車首航禮之後話，今日大約有100人網上預約乘搭水晶車，比起以往星期六嘅網上預約多3倍。張少華又話，新車廂嘅票價唔算太貴，係物有所值。我諗作為一個旅遊景點嚟講咧，就係大家個感覺啦，即係話你去到，譬如話俾多咗少少錢，咁你覺唔覺得俾到多啲嘅體驗你咧？咁樣咁譬如話其實我哋成個旅程嚟講咧，你會係。佢哋嘅地面咧係超過接近200米啦，咁其實講緊係即係50-60層樓咁高啊！咁其實呢個經驗嚟講，如果喺香港其他地方係絕無僅有啦。昂坪360新增咗12部水晶車，張少華話會先觀察旅客嘅反應，然後先再決定將來會唔會增加多啲水晶車。